第一部分，如果你已經過咗70歲，今日我真係想同你講一樣好重要嘅事，而且呢樣嘢可能同好多人一直以嚟諗嘅都唔一樣，就係唔係話檢查做得越多，化驗做得越仔細，影得越深入，照得越全面，就一定越安心。聽到呢句，可能唔少人會有少少意外，因為一直以嚟，我哋都好習慣覺得病當然係越早發現越好，檢查做得越仔細就越放心。呢個諗法唔算錯，好多醫學檢查的確救過人命，幫人喺早期發現問題，亦俾醫生有機會喺情況未惡化之前及早處理。但最重要嘅係，過咗70歲之後，身體對檢查同各種醫療程序嘅反應，已經唔再似40、50歲嗰陣咁樣。正正就係呢個分別，先係好多家庭最容易忽略嘅地方。去到呢個年紀，健康唔係淨係睇你再揾到幾多個病出嚟，而係要問一個非常實際嘅問題：做完嗰次檢查之後，長者仲可唔可以食得落、瞓得着、行得穩、個腦清醒，日常生活照舊？因為有啲檢查睇落好似好正常、好例行公事，但對年紀大咗嘅身體嚟講，其實係一種唔細嘅負擔。禁食太耐，可能會令長者血糖跌，成個人虛晒；飲瀉藥清腸，可能會搞到脫水、頭暈；顯影劑可能會令腎臟負擔加重；鎮靜藥或者麻醉藥，亦可能令身體恢復得慢啲，個人呆滯耐啲，手腳冇力啲，跌倒風險都高啲。如果係後生啲嘅人，休息一晚可能就冇事，但對70歲之後嘅人嚟講，有時要幾日，甚至成個星期，先至慢慢回復返原本狀態。你可以想象，年紀大咗嘅身體，好似一架行咗好多年長路程嘅車，表面睇可能仲好地地，部機仲着到，輪胎仲轉到，但入面啲零件已經冇以前咁多後備力，腎臟過濾慢咗，心臟反應冇以前咁靈活，腸胃敏感咗，肌肉弱咗，保持平衡嘅反應都冇咁快。所以，如果抱住一種都去到睇醫生，不如一次過做晒，抵啲嘅心態，有時其實係唔覺意逼個身體承受多過佢負荷得起嘅嘢。我想強調嘅係，呢段影片唔係否定現代醫學嘅價值。如果有明顯症狀，如果醫生評估之後認為有需要，如果嗰個檢查真係會改變治療方向，亦真係帶到實際好處，咁做檢查當然係正確嘅。但要小心嘅係另一種情況，因為驚，因為聽朋友講，因為見到廣告吸引，或者單純覺得年紀大咗就要由頭照到落腳先穩陣，於是就做一大堆檢查。其實喺現代老人科醫學入面，好多專家都強調，對長者嚟講，重要嘅唔止係揾到異常，而係要諗清楚，嗰個異常係咪真係要處理？處理完會唔會令生活好啲？定係只會令病人更攰、更擔心？喺香港，呢個情況其實更加值得講。好多家庭都好痛父母、阿公阿婆，所以好願意花錢買啲所謂全面 body check 套餐，個名聽落真係好令人安心，全身掃描、深入化驗，咩項目都有。背後個出發點通常都係好嘅，係想屋企人得到最好、最仔細嘅照顧。但問題就係，唔係每一個體檢套餐都係為70歲以上嘅人而設，有啲套餐設計得好籠統，係面向一般成年人，但長者本身有佢自己嘅慢性病、體質、承受能力。一個72歲，日日仲行得路嘅人，同一個78歲，有糖尿病、高血壓、輕度腎功能差，而且食緊7、8種藥嘅人，根本就唔一樣。如果兩個人都用同一套檢查 combo， 好處未必一樣，但風險增加就可能非常真實。而香港仲有一個好現實、好貼地嘅情況，好多長者住喺細單位，平時出入靠升降機、港鐵、巴士，街又多人，生活節奏又快，只要驗完之後攰一攰，起身嗰下暈一暈，
或者打咗鎮靜藥之後個人仲懵懵地，跌倒風險就已經唔再係小事。喺浴室跌一跌，喺門口門檻絆一絆，或者由診所返屋企途中出事，都可能引發骨折入院，長期臥床肌肉流失，之後慢慢失去自理能力。有啲人本身仲可以自己買餸、自己沖涼、自己煮嘢食，但做完某次檢查或者程序之後，因為一個小小意外，生活就完全變晒。而呢啲風險，往往就係好多家庭喺簽體檢表格嗰一刻，未必有諗到嘅。仲有一點都非常值得留意，唔係話揾到越多異常，個人就一定會更健康。長者身體入面，隨住時間出現一啲變化，其實好常見，而唔係樣樣都需要積極處理。一粒細細嘅結節，一個輕微偏離嘅指數，影像上面一個唔清唔楚嘅位置，有時只會引申出一連串後續檢查，再照再睇再覆診再擔心。醫學上，呢種情況有個概念，叫做過度診斷或者診斷過多，即係揾到一啲可能喺餘下人生入面根本唔會造成大問題嘅嘢，但病人就要因此承受更多程序，花更多錢，亦失去更多安寧。好多關於長者照護嘅研究都提到一個非常實際嘅原則，重要嘅唔止係紙面上活得耐啲，而係餘下嗰幾年可唔可以活得冇咁攰、冇咁痛，少啲依賴人，同埋保住生活質素。我記得有一個好典型嘅故事，一位74歲開外嘅伯伯，同太太一齊住喺九龍。佢每日朝早仲會自己行去公園散步，食飯正常，只係血壓有少少高，糖尿病控制得都算穩定。佢個仔因為擔心，就幫爸爸買咗一個私家診所嘅高級體檢套餐。一開始，大家都覺得呢份係好有孝心嘅禮物，但做完嗰個套餐之後，伯伯因為幾個所謂要再跟進嘅地方，又要再做幾項附加檢查，每次去檢查都要禁食、等候、來回奔波，精神緊張。仲未計佢開始擔心自己係咪有咩大病，搞到晚晚瞓唔好。結果到最後，大部分報告都冇引致咩特別治療需要，但喺嗰幾個月入面，最明顯失去咗嘅，反而係佢日常生活嗰份平靜同安穩。呢個故事唔係話唔應該檢查，佢只係提醒我哋，檢查，最重要係檢查啱真正需要檢查嘅嘢。所以，過咗70歲之後，更合適嘅諗法唔係做得越多越好，而係邊啲檢查，對而家嘅自己真係有需要。每一項檢查，都應該用3個角度去睇，有咩好處，有咩風險，做完之後，會唔會令日常生活變得更好？如果某個檢查真係可以及早發現嚴重問題，並且帶嚟有用嘅治療，咁當然值得做。但如果個檢查只係帶嚟更多擔心、更多程序，而對生活質素冇乜實際改變，咁就應該慢一慢，問清楚先再決定。長者唔需要一張長長嘅檢查清單，先至覺得安心。佢哋真正需要嘅，係一個切合自己年紀、慢性病情況、恢復能力，同現實生活需要嘅照顧計劃。如果你係屋企入面嘅仔女、孫仔孫女，請你記住，愛父母，唔一定係買最貴嗰個體檢套餐。有時最啱嘅關心，反而係坐喺診所入面陪住佢哋，認真聽醫生點解釋，幫佢哋問埋啲佢哋唔敢問，或者唔識問嘅問題，帶埋而家食緊嘅藥單，一齊衡量邊啲檢查真係需要，邊啲可以遲啲先做，邊啲可以用更溫和嘅方式處理。呢種照顧，先至係又有心，又有知識。過咗70歲，真正嘅安心，唔係手上攞住厚厚一疊檢查報告，真正嘅安心，係朝早起身時，仲覺得個人穩陣，食嘢仲食得香，落床唔會頭暈，出街唔使驚跌倒，個腦仲清醒，可以同仔女孫輩傾偈，每一日過去，都仲保得住自己嗰種平靜生活節奏。呢啲，先至係老年最珍貴嘅健康。減號減號減號。
第二部分，有一樣嘢好重要，我想慢慢講，講清楚俾而家60歲、70歲以上嘅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聽，亦都想講俾喺香港照顧緊爸爸媽媽嘅仔女聽，就係去到呢個年紀，做身體檢查已經唔再係檢查得越多越好咁簡單，而係要睇清楚邊啲檢查真係對自己有幫助，邊啲有風險，邊啲先可以令自己日常生活過得安穩。呢個先係最根本嘅原則，亦係理解今日成件事最關鍵嘅地方。因為過咗70歲之後，身體嘅運作方式真係唔會再好似40歲、50歲嗰陣咁，表面睇落可能仲行到街市，仲上到幾級樓梯，仲可以照常講笑，照常同人傾偈，但其實身體入面好多器官嘅儲備已經少咗，而呢啲變化未必係我哋肉眼睇得到。年紀越大，腎臟過濾會慢啲，心臟面對壓力時反應會差啲，血管冇以前咁有彈性，腸胃會敏感啲，肌肉會弱啲，連口渴嘅感覺都未必好似以前咁明顯。呢啲改變唔一定會即刻變成一種好明顯嘅病，好多人仲行得食得，就以為自己仲好健康，但其實只要經歷一次禁食，一次飲瀉藥，打一針顯影劑，食一粒鎮靜藥，甚至只係喺醫院等得耐，搞到成日好攰，個身體都可能一下子差好多。有啲長者做完一個聽落好簡單嘅檢查之後，竟然攰足2-3日，頭暈、血壓低、食唔落、瞓唔着、行路唔穩。對後生人嚟講，可能只係攰一陣，但對長者嚟講，一次企唔穩，一次腳步浮浮地，都有機會變成跌親、入院，之後再連鎖引發其他問題。香港好多家庭都好錫父母，所以好自然會諗，買個全面啲嘅 body check plan， 項目越多，就越安心。呢種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因為人人都驚漏咗啲病。但問題係，現代醫學唔係淨係睇一個檢查夠唔夠全面，而係會問，呢個檢查對呢個年紀、呢個身體狀況、呢啲長期病同埋呢個人而家最重視嘅生活目標，係咪真係合適？有啲檢查後生做可能好平常，但去到70歲之後，就未必再係咁簡單，甚至會變成一種唔細嘅負擔。喺香港呢種生活環境之下，呢件事更加容易睇得出。屋企通常比較細，浴室空間窄，地板又容易跣。好多長者仲係自己搭港鐵，朝早去街市接餸孫，喺舊樓上上落落。如果做完某啲程序之後，人有少少迷迷糊糊、脫水、腳軟、跌倒或者攰到散晒嘅風險，已經會明顯高咗好多。所以，去到呢個年紀，照顧健康嘅目標，唔應該再只係揾到越多異常越好。真正嘅目標，應該係保住生活質素。所謂生活質素，聽落好似好抽象，但其實好實際。即係仲食得落，食嘢有胃口，夜晚瞓得到，朝早起身唔會頭暈，喺屋企行動安全，仲可以自己沖涼，自己去廁所唔困難，同仔孫傾偈個人仲清醒，去公園坐一陣都覺得舒服。對長者嚟講，呢啲先係真正有意義嘅健康。如果一個檢查搞到個人好攰、好驚，連續幾晚瞓唔着，之後又牽扯出一連串更多檢查，而到最後未必真係改變到治療方向，咁我哋就真係要停一停，問自己一句，個真正嘅好處到底喺邊？而家老人科醫學好重視一個概念，叫做個人化，意思即係70歲以上嘅人，唔可以一刀切，冇一套公式適合所有人。有啲人75歲都仲好壯健，每日有行路，長期病唔多，身體都承受到某啲檢查或者治療。但亦都有啲人，可能只係68歲，已經比較虛弱，食緊好多藥，有糖尿病、輕度腎功能差，長期失眠，咁一個比較重嘅檢查，
對佢嚟講就可能唔係幫助，而係風險。老人科醫生通常會好重視一條原則，呢個檢查嘅結果，最終會唔會帶嚟一個真正有幫助嘅治療決定？如果真係發現咗啲問題，病人本身又係咪願意，亦有冇體力去接受治療？如果到頭來改變唔到乜嘢，只係令個人更加焦慮，咁做得多，未必就一定係好事。事實上，世界上好多大型醫學組織，呢幾年都一直提醒大家，要小心長者出現過度檢查同過度治療嘅情況。影像上面一個細細嘅異常，未必就代表係嚴重疾病，某個指數少少偏離，亦未必即刻要處理。年紀越大，就越容易出現所謂偶然發現，即係檢查時見到一個有啲奇怪嘅位，但嗰樣嘢喺往後人生入面，未必真係會造成傷害。最大問題係，一旦發現咗，很多人就會被捲入一連串焦慮，再照多次，再做多次內窺鏡，再抽組織化驗，再不停覆診。要付出嘅代價，唔單止係錢，仲包括體力、時間，同埋心入面嗰份安寧。有啲長者本身未去檢查之前，仲食得瞓得，點知一收到一個要再跟進嘅結果，就開始驚，去網上亂睇資料，搞到失眠、心跳快、食唔落。某程度上，有時對病嘅恐懼，甚至比個病本身更加快拉低一個人嘅生活狀態。我記得香港有一個好生活化嘅例子，有位72歲多啲嘅伯伯，同太太住喺九龍一個唔算大嘅單位，平時都仲會自己落街買報紙，去附近茶餐廳食早餐，下午去公園同幾個老友記坐下傾下偈。佢個仔好錫佢，所以幫佢安排咗一個好高級、好全面嘅私家體檢。做完之後，報告話有幾個位需要再進一步檢查。由嗰一刻開始，伯伯就不停喺唔同診所之間走來走去，禁食、抽血等報告，搞到成個星期都瞓唔好。最後，絕大部分都只係年紀增長帶來嘅正常變化，暫時根本唔需要做咩特別處理。但就係嗰差唔多一個月入面，伯伯成個人弱咗好多，瘦咗，唔想出街，精神都差晒。呢種情況一啲都唔罕見。佢提醒我哋，好多時長者最需要嘅，未必係個體檢套餐多10個項目，而係一個真正了解自己情況嘅醫生，一個啱啱好嘅跟進計劃，同埋一種穩定、有規律、少啲折騰嘅生活。所以，講到60歲、70歲以上做健康檢查，我哋真係要轉一轉個思維，唔好再淨係問，仲可以加啲乜嘢檢查？反而應該問，乜嘢先最有助我而家嘅生活？一個好嘅檢查，唔係最貴、最先進，或者名堂最響嗰個。一個真正好嘅檢查，係做得啱人、啱時機、啱理由，做完之後係幫到病人生活得更好，而唔係令佢活喺更多擔心入面。長者值得被尊重嘅，正正就係呢一點，唔應該因為驚，因為廣告講到好吸引，或者因為一種都做得檢查，不如做埋晒佢嘅心態，就忽略咗預防疾病同透支身體之間，其實有條界線。呢一部分最重要嘅重點就係，我哋唔係反對做檢查，更加唔係否定醫學嘅價值。有啲檢查，的確可以及早發現問題，甚至救命，但人去到高齡，每一個決定，都應該先喺心入面默默問自己3條問題：第一，個好處係咪清楚明確？第二，個風險係咪自己接受得到？第三，最終呢件事係咪真係幫到自己保住生活質素？如果守得住呢個原則，叔叔阿姨同屋企人都會平靜好多。因為老年人嘅健康唔係完全寫喺一張報告紙上面，而係睇你第二朝仲有冇力起身，食到一餐正正常常嘅早餐，喺自己屋企行得穩穩陣陣，可以開開心心同家人傾偈，安安穩穩咁過日子，而唔係因為一句做多啲穩陣啲就被捲入無止境嘅檢查漩渦。
減號。第三部分，我第一樣想講清楚嘅係，大腸鏡檢查唔係一種唔好嘅檢查。相反，喺好多情況之下，呢個檢查其實好有價值，因為佢可以幫手發現大腸癌、癌前息肉，或者喺疾病仲係早期嗰陣揾出腸道異常。唔少人都係因為及早做咗大腸鏡，先可以及時發現問題，甚至救返條命。不過，對於70歲以上嘅人嚟講，重點唔係一聽到大腸鏡有用，就即刻去做求個安心，而係要冷靜睇清楚，自己身體頂唔頂得順成個過程，同埋檢查帶嚟嘅實際好處，係咪真係大過佢帶嚟嘅負擔？好多人以為最辛苦嘅部分，係醫生將條內窺鏡放入去嗰一刻，但其實對長者嚟講，最令身體攰嘅，往往反而係之前準備嗰段時間，因為大腸鏡想照得清楚，腸道一定要清乾淨。呢個即係話，病人要提早改飲食，戒口唔食某啲食物，之後再飲瀉藥，來來回回去廁所幾個鐘。對後生人嚟講，呢件事可能只係麻煩一日半日，但對70幾歲，尤其本身已經偏弱、食得少、飲得少、肌肉流失、血壓又唔穩定嘅人嚟講，單係不停屙，已經足以令個人明顯虛晒。去完好多次廁所之後，身體好容易脫水，當體內水分一少，血壓就可能跌，個人會頭暈暈、腳軟、冇力，企起身坐低都好容易暈一暈。唔單止係水分流失，連鈉鉀呢啲電解質都有機會亂晒。呢樣嘢，屋企人好多時未必留意到，因為表面上只係見到去廁所去得密咗啲，但其實身體入面，心臟、腎臟、神經同肌肉都喺度好吃力咁適應緊。對本身有心臟病、腎病、糖尿病，或者平時食開利尿藥、血壓藥嘅人嚟講，呢個風險就更加值得擔心。有啲人朝頭早仲可以正常講嘢，到下午飲瀉藥飲多幾次之後，已經攰到散晒，面青口唇白，行路都唔穩。呢種情況喺長者身上，其實一啲都唔罕見。有啲臨床研究同國際上有關大腸癌篩查嘅建議都一再強調，對長者嚟講，決定做唔做大腸鏡，唔應該只係睇年齡，而係要睇整體身體狀況，有冇長期病，恢復能力點樣，仲有預計壽命等因素。換句話講，唔係話一過70歲就唔應該做大腸鏡，但亦都唔係去到某個歲數，就一定要當做例行公事咁做。如果嗰個人身體仲好硬朗，行得走得，食得瞓得，又有可疑症狀，或者家族病史好明確，咁做大腸鏡仍然可以好合理。但如果個人本身瘦弱，成日頭暈，腎功能差咗，心血管情況唔穩定，啱啱先住完院，或者日常生活都已經好吃力，咁就真係要更加小心衡量。喺香港，有一種情況好常見，就係仔女因為關心父母，會幫佢哋報私家診所或者健康中心嗰啲身體檢查套餐，而大腸鏡好多時都會包埋喺入面，當成一個比較高級嘅項目，搞到成家人都覺得安心啲。但問題係，呢啲檢查套餐係為大多數人設計，未必真係適合一位78歲，有糖尿病、輕微腎功能衰退，仲每日食緊7種藥嘅伯伯。有啲家庭諗得好簡單，覺得做一次穩陣啲，但偏偏就係呢個穩陣啲，搞到長者之後幾日都攰到冇精神，食唔落，成身冇力，甚至夜晚去廁所時因為飲完清腸藥太虛弱而跌親。香港好多屋企都係細單位，廁所又窄，地磚又滑，只要一企起身嗰陣輕輕一暈，就已經有機會變成一次好嚴重嘅跌倒。除咗脫水同電解質失衡之外，長者仲有另一個風險，就係腸壁同周圍支撐組織已經冇後生時咁有彈性。大腸鏡整體上如果喺合適情況下按正規程序去做，通常都算安全，但年紀大咗之後，出現併發症嘅風險，例如出血，或者雖然少見但可以好嚴重嘅腸穿孔，
仍然係要諗埋，尤其係如果中途要切息肉，或者大腸本身有好多氣室黏連、慢性發炎嘅情況，唔係想嚇大家，而係想提醒一樣好實際嘅事，去到呢個年紀，決定做檢查，唔應該抱住人哋做到，我都做到呢種心態，而係要根據自己真實嘅身體狀況去決定。咁究竟幾時應該認真同醫生傾下？大腸鏡係咪有需要？通常就係當你出現一啲令檢查價值明顯提高嘅警號，例如大便見血、黑便、無啦啦瘦咗、貧血但揾唔到原因、肚痛持續、排便習慣改變咗好一段時間，或者屋企人曾經有人患過大腸癌、直腸癌，或者高風險息肉。如果你之前試過有息肉，醫生亦可能有充分理由安排你覆查。但如果你完全冇症狀，只係自己擔心，或者聽廣告講去到呢個年紀個個都應該照一照求安心，咁真係一定要先問清楚，再作決定。喺診所入面，有4條問題其實非常值得問。第一，我而家有冇啲真係值得懷疑嘅症狀，令到呢一刻做大腸鏡變得有必要？第二，以我而家嘅心臟病、腎病、糖尿病，同埋平時食緊嘅藥，準備做大腸鏡會唔會有咩特別風險？第三，如果真係發現息肉或者其他異常，下一步要點處理？我身體又頂唔頂得順之後嘅處理？第四，有冇一啲冇咁辛苦，可以先做嘅篩查方法？只要你識得問呢幾條問題，已經可以令好多決定清醒同穩陣得多。喺好多情況之下，糞便隱血測試其實係一個更合理嘅第一步。呢個方法屬於較少侵入性，唔使好似做大腸鏡咁清腸，亦可以幫手揾到肉眼睇唔到嘅微量出血。有啲世界各地嘅公共醫療計劃，包括亞洲一啲篩查模式，都會先用糞便檢查做第一道門檻，之後先再按風險決定要唔要做大腸鏡。對長者嚟講，呢樣特別有意義，因為可以避免太多人喺未真係有需要之前，就先進入一個更辛苦嘅檢查程序。當然，糞便檢查唔可以完全取代大腸鏡，因為如果結果呈陽性，或者本身已有可疑症狀，醫生仍然可能建議做大腸鏡去揾清楚原因。但一步一步咁做，通常會安全同合理得多。我記得一個幾貼地嘅例子，有位75歲以上嘅伯伯，同太太一齊住喺九龍，個女幫佢預約咗大腸鏡，理由只係今年仲未做過任何檢查。伯伯本身冇肚痛，冇消瘦，只係因為飲水少，有少少便秘。後來家庭醫生詳細問過之後，先發現佢因為輕度心衰竭而食緊利尿藥，而且喺天氣熱嗰排，因為食得差、飲得少，腎功能啱啱又差過一輪。最後醫生冇即刻安排佢做大腸鏡，而係先幫佢調整藥物、驗血、做糞便隱血測試，再觀察多一陣症狀。結果糞便測試係陰性，而佢嘅便秘情況喺定時飲水、多啲活動同埋調整飲食之後都改善咗。重點唔係避開大腸鏡，而係避免喺佢身體最虛弱嘅時候做一個負擔太重嘅檢查。所以70歲之後面對大腸鏡，最聰明嘅做法唔係一味驚，然後全部拒絕，亦唔係一聽到及早發現4個字就即刻答應去做。真正明智嘅做法係停一停，問清楚，我究竟想揾咩？我有冇警號？我嘅身體可以承受到咩程度？可唔可以由一個冇咁辛苦嘅方法開始？對後生人嚟講，大腸鏡可能只係一個程序，但對長者嚟講，呢個係一個醫療決定，要放返喺整體身體狀況入面一齊睇，包括心臟、腎臟、血壓、平時食緊嘅藥、行動能力、恢復能力，同埋檢查之後嘅生活質素。去到呢個年紀，一個真正好嘅檢查，唔係做得越多越仔細就代表越好，而係做得啱人、啱時機，亦唔好攞走太多本來平靜生活所需要嘅體力。減號減號減號。
第4部分，第二種70歲以上嘅人要特別慎重考慮嘅檢查，就係打顯影劑嘅 COT。呢種檢查喺醫院好常見，因為可以幫醫生睇清楚身體入面嘅器官，由血管、肝、腎、肺到腹腔都睇得更加清楚。喺好多情況之下，顯影 COT 確實好重要，甚至可以幫手喺早期發現危險疾病，或者令治療判斷更加準確。不過要講清楚嘅係，對長者嚟講，一次打顯影劑掃描要付出嘅代價，有時唔係掃描嗰陣瞓喺部機上面，而係之後身體嘅反應，尤其係腎臟方面。好多人以為自己仲行得、食得、瞓得都算 OK， 小便又正常，即係話個腎仲好健康。但其實，腎功能可以靜靜地差咗好多年，都未必有好明顯症狀。呢種情況喺長者身上好常見，70歲之後，腎臟過濾功能通常會隨住年紀慢慢下降，就算之前從來冇被診斷過腎病都一樣。如果再加上糖尿病、長期高血壓、心臟病，或者日日食好多藥，個腎就更加容易頂唔順。顯影劑打入身體，係為咗令影像睇得更清楚，但之後都要靠腎臟去過濾同排走。如果個腎本身仲有唔錯嘅儲備，身體可能都過得到，但如果個腎其實已經弱咗，而病人自己又唔知道，咁呢次掃描就可能變成一個唔細嘅負擔。問題係，唔係個個喺做之前都意識到呢個風險。好多時，大家只係聽到醫生或者診所話一句加顯影劑影得清楚啲，就即刻答應，覺得越清楚越好。呢種心態喺經濟條件好少少嘅家庭，或者仔女一心想幫父母做到最好而直接揀最詳細檢查套餐嘅情況下，特別常見。喺香港，買高級身體檢查套餐，或者去私家做快啲，其實都幾普遍。但做得詳細唔等於一定做得啱，有啲情況影像係清楚咗，但換嚟嘅可能係脫水風險增加，腎臟負擔重咗，做完之後要更加密切觀察，甚至有啲人仲會攰多幾日。有一個好實際嘅重點係，做顯影 COT 之前，長者最好先睇返腎功能指數，通常就係血液 creatinine 同 eGFR。呢一步好重要，但如果病人趕住睇，轉咗醫生，或者去到一個好多人、流程好急嘅地方，有時就會被忽略。而家嘅臨床建議都強調，如果本身有慢性腎病、糖尿病、脫水、心衰竭，或者食緊會影響腎功能嘅藥，打顯影劑之後出現腎損傷嘅風險會明顯高啲。唔係話年紀大就一定唔可以照，但年紀越大，安全空間就越窄。如果身體本身已經有少少缺水，例如食得差、肚瀉、發燒，或者檢查前忍口飲水太耐，個腎其實已經比平時更加吃力。有位住喺九龍嘅76歲伯伯，本身高血壓加糖尿病都有15年以上，佢平時仲會自己去街市，都覺得自己算幾健康，所以當診所建議佢做顯影 COT， 話因為佢間中肚痛，照清楚啲會安心啲，佢即刻就點頭。好彩嗰日個女請咗假陪佢去，佢女即場問醫生，爸爸最近一次腎功能檢查係幾時？可唔可以先做超聲波？而家嘅症狀係咪真係急到一定要即刻打顯影劑？醫生再睇返病歷之後，先發現伯伯嘅 eGFR 其實早就低咗，而且仲食緊利尿藥。最後，醫生改為先做腹部超聲波同抽血。呢個故事冇咩戲劇性，但好典型。好多時，保護老人家健康，唔係靠多做一個檢查，而係靠一條問得啱時機嘅問題。其實，顯影劑嘅風險唔係攞嚟嚇人。近年醫學文獻都指出，某啲情況下，顯影劑相關腎損傷嘅風險未必好似以前講到咁誇張。特別係用得啱適應症，用現代啲嘅顯影劑，同埋事前準備做得好嘅話，但呢個唔代表長者就可以掉以輕心。相反，
更正確嘅重點係，一定要按個人情況去判斷。有啲人72歲，腎功能仲唔錯，又冇脫水，而家懷疑有重要急症要照，咁顯影劑嘅好處可能真係大過風險。但亦有啲人81歲，本身好多長期病，食得唔好，成日頭暈，血壓又唔穩，咁一個做埋佢穩陣啲嘅檢查，可能未必值得咁樣交換。除咗對腎臟有影響，顯影劑仲有機會帶嚟其他唔舒服。有啲人會覺得成身發熱，想嘔，胸口唔自在，或者出現由輕微到嚴重嘅敏感反應。雖然而家嚴重反應已經比以前少。對長者嚟講，就算只係檢查後頭暈一陣，成個下晝攰到唔想喐，或者要喺人多擠迫嘅醫院來來回回走幾轉，都已經係一個唔細嘅負擔。喺香港，好多長者要搭 MTR 巴士、行扶手電梯、上天橋，或者等好耐先睇到醫生。對後生人嚟講可能好平常，但對70歲以上，尤其膝頭差、心血管唔穩定嘅人嚟講，成個過程其實好消耗體力。所以喺答應做顯影 cut 之前，最重要唔係形式上問兩句，而係真係明白自己做緊乜。要問醫生，今次係咪真係一定要用顯影劑？定係唔加顯影劑嘅 cut 已經夠？有啲病況真係一定要靠顯影劑先分得清楚病變，但亦有啲情況，其實超聲波、MRI 或者觀察症狀再配合其他檢查，已經有足夠資訊。同時都應該問埋自己而家腎功能點樣，有冇需要喺掃描前後補充水分，有冇啲藥要跟醫生指示喺檢查前暫停。如果本身食緊好多藥，尤其係利尿藥、糖尿藥、止痛消炎藥，做之前睇清楚成張藥單係非常有必要。喺香港仲有一點好值得留意，好多長者唔敢問醫生，特別係公立醫院病人多，睇症快，時間短。有啲老人家怕問多咗阻住醫生，有啲聽得唔太清楚，有啲跟唔上英文醫學名詞，亦有啲係習慣咗醫生叫點就點。所以仔女或者家人陪診，唔止係扶一扶陪下咁簡單，仲係第二雙耳仔、第二雙眼。只要有個家人坐喺身邊，幫手記低醫生講嘅重點，代問幾個關鍵問題，提醒醫生病人本身有咩長期病，食緊咩藥，以前有冇敏感史，安全程度已經可以差好遠。長者嘅正確醫療決定，往往唔係來自匆匆忙忙，而係來自醫生、病人同家人之間冷靜嘅配合。講到底，顯影 cut 唔係一個唔好嘅檢查，用得啱時機，佢係一個非常有用嘅工具。但對70歲以上嘅人嚟講，最要避免嘅係一種心態，既然照，就不如照最清楚嗰種，咁先安心。真正嘅安心，唔係來自做多啲、做齊啲，而係來自知道邊個檢查真係需要，邊個檢查可以等等，仲有自己個身體到底頂唔頂得順。對長者嚟講，保持腎功能穩定，身體夠水分，情緒冇咁慌，同埋日常生活唔好被搞亂，有時比起一張影得好靚嘅掃描片，仲更加重要。減號減號減號。第5部分，第3樣70歲以上人士特別要仔細考慮嘅檢查，就係運動心電圖，又叫壓力心電圖 （stress test）。呢種檢查通常係要病人喺跑步機上面行路或者跑步，有啲情況就踩室內單車，等個心臟要做多啲功，之後醫生就會睇心電圖有冇出現心肌缺血，或者其他異常情況。由醫學角度嚟講，呢個檢查係有價值嘅，尤其係當醫生真係懷疑冠心病，或者想評估運動時出現嘅胸痛症狀。不過最重要嘅係，去到70歲以上，唔係話做得就代表應該做，更加唔係放咗入全面身體檢查套餐就代表個個都適合。好多長者一聽到檢查心臟，即刻就會覺得安心啲。仔女通常都會諗，心臟咁重要，咁梗係檢查得越詳細越好啦。
但實際上，運動心電圖對一個身體已經比較弱嘅老人家嚟講，唔算係一個輕鬆嘅檢查，因為佢唔單止要心臟加快運作，連肺部、血管、腳力、膝頭、平衡力，甚至神經系統，都要一齊應付突然加大咗嘅壓力。對後生嘅人嚟講，可能只不過係喐幾分鐘，但對長者，尤其本身平時少行路，行幾級樓梯都氣喘，起身坐低都覺得腳攰嗰類人嚟講，單係企上跑步機都已經係一個挑戰。更值得留意嘅係，好多老人家平日生活其實未必有好明顯嘅心血管症狀，佢哋冇胸痛，喺屋企行嚟行去又唔覺得氣促，又冇好嚴重嘅心悸發作，但一去做身體檢查，見到套餐入面有 stress test 或者運動心電圖，就會覺得做埋穩陣啲。正正就係呢個位，先最需要停一停，諗一諗。因為一個檢查有冇意義，重點唔係做咗未，而係個結果係咪真係可以改變治療方向，或者解答到一個明確嘅醫學疑問。如果本身冇明顯症狀，冇強烈線索，只係因為心入面有啲模糊不安就去做，咁個好處有時未必大得過檢查本身帶嚟嘅負擔。原本嘅內容入面有一點講得非常重要，啲活動量少，有血壓唔穩，曾經有心律不整病史，或者體能較差嘅長者，做呢類檢查時可以好辛苦，甚至未必做得到。呢點同臨床實際情況係完全吻合嘅，因為病人一企上跑步機，唔單止要心跳加快，仲要跟住機器節奏行，保持平衡，同時適應速度一路加快。有啲人未去到可以評估心臟嘅目標強度，對腳已經先攰，膝頭震、腰痛、氣唔夠，即係話個檢查可能中途停咗，未必係因為心臟有事，而係成個身體已經頂唔順。咁樣一嚟，結果都未必可以準確反映醫生真正想知道嘅嘢。雖然做檢查時，醫護人員一般都會喺醫療機構入面密切監察，但風險始終唔可以掉以輕心。病人有可能會出現胸痛、胸口局促、頭暈、氣促、心跳亂、血壓跌，或者血壓升得太高。有啲人平時明明冇乜事，但一做運動負荷，反而會突然頭暈，因為大腦未必即時適應到血流動力學變化。亦有啲人本身食緊血壓藥、心臟藥、利尿藥，所以身體對運動嘅反應冇以前咁靈活。至於有膝關節退化、髖關節痛、大腿肌肉弱嘅長者，勉強自己喺跑步機上快步行，本身已經可以令佢哋好冇安全感，甚至會驚，嚴重啲仲可能差啲跌低。喺香港，呢個情況其實更加貼地，好多長者住喺高樓大廈，每日都仲會去街市搭港鐵上上落落，幫手湊孫，但呢啲唔代表佢哋就適合喺醫院或者診所入面做運動負荷測試。慢慢行街市，同喺跑步機上面跟住速度一路加快，根本係兩回事。有啲70幾歲嘅伯伯叔叔姨姨，平時都會話自己仲好精神，因為每日喺屋企附近公園行15至20分鐘都冇問題。但一入到診症室，貼好電極，聽住跑步機聲，望住個 mon， 再加上心理緊張同運動量一步步加上去，心跳可能會快過預期。焦慮本身都會影響身體感受，令成個檢查過程變得更加吃力。而家新啲嘅心血管指引，其實有一點好值得大家明白，唔係每一個懷疑有心臟病嘅人，都一定要做傳統喺跑步機上面行嘅運動心電圖。醫生通常會先評估呢個人患冠心病嘅機會高唔高，症狀典唔典型，靜態心電圖睇唔睇得到有用資訊，仲有病人本身有冇足夠體能做到所需嘅運動強度。如果一位78歲伯伯膝頭關節痛得好犀利，行路都唔穩，夾硬要佢做運動負荷測試，有時唔單止唔安全，結果都未必有幾大幫助。遇到呢啲情況，醫生反而可能會考慮其他更溫和、更加切合身體狀況嘅方法。例如，
心臟超聲波可以幫手睇到心臟結構、心瓣情況，同埋心肌收縮功能。靜態心電圖就有機會發現一啲心律不整，或者舊有嘅心臟變化。如果病人平時間中會心悸，覺得心口卜卜跳，但一去到醫院又冇事，咁帶24至48小時嘅 Holter 心電圖反而更加有用。對某啲人嚟講，醫生甚至會更重視佢喺日常生活入面真實出現嘅症狀，而唔係勉強用機器製造一個人工受壓情景。呢點非常重要，因為目標唔係做齊一套心臟檢查，而係揀一個最啱、最能夠回答臨床問題嘅檢查。有一個好生活化嘅例子，香港好多家庭都會覺得好熟悉。一位74歲嘅伯母，平時只係拎重啲嘢嗰陣會有少少攰，自己仲可以去街市，食得瞓得都 OK。佢個仔經老人家容易中風、心肌梗塞，所以買咗個私人診所心血管檢查套餐俾阿媽做。套餐入面就包括運動心電圖。伯母一上跑步機，未夠幾分鐘已經氣喘、腳震，醫生最後要停咗個檢查。結果又唔算有明確結論，但因為見到幾個唔算特異性嘅小變化，於是又建議佢再做其他檢查。最後留下嚟嘅唔係安心咗，而係仲驚咗，連續幾晚都瞓唔好。其實如果最初醫生詳細啲問清楚，知道佢冇胸痛、冇日常活動時氣促，主要問題只係少運動、腳力弱，可能一開始就會揀一條更溫和嘅跟進路線。當然，呢個唔係話運動心電圖係一個唔好嘅檢查，用得其所，揀啱人做，佢依然好有幫助。如果一位長者係一塊行就胸口痛，上斜路或者上樓就覺得胸口焗住，休息又會好返，或者最近新出現明顯氣唔夠、呼吸急促，咁心臟科醫生完全可以喺整體評估之後考慮做呢個檢查。問題重點係，一定要因人而異，年紀、日常活動量、食緊咩藥、有冇跌倒病史、血壓、心跳、肺部疾病、骨關節問題，全部都要一齊衡量。對長者嚟講，有時做得到未必等於值得做。所以，喺答應做運動心電圖之前，長者本人或者陪診嘅家人，不妨冷靜啲問醫生幾個好實際嘅問題。呢個檢查究竟係想釐清邊一個具體懷疑？如果唔做，有冇其他更輕鬆但資訊都足夠嘅方法？以病人而家嘅體能，係咪真係適合上跑步機？如果結果係陽性，或者唔清唔楚，下一步會點做？問呢啲問題唔係同醫生作對，而係幫病人避免接受一個可能超出佢身體負荷嘅檢查。最後要記住，心臟健唔健康，唔係淨係靠診所入面做一次運動負荷就可以完全判斷。對70歲以上人士嚟講，觀察自己喺真實生活入面嘅狀態，很多時反而更加有價值。平時每日行路仲穩唔穩陣？上樓梯會唔會胸痛？企起身時成日暈唔暈？夜晚有冇成日心悸？腳有冇腫？有冇比以前更易攰？呢啲細微變化，如果可以清楚咁話俾一直跟開你嘅醫生知，往往比起單純抱住做多個檢查穩陣啲嘅心態，更能夠幫助醫生判斷應該做乜檢查。對長者，尤其係香港呢種生活節奏快、居住空間細、出入本身都已經要花力氣嘅地方嚟講，揀啱檢查，永遠比做好多檢查更加重要。減號減號減號。第6部分，第4樣70歲以上人士要特別慎重考慮嘅檢查，就係 PET-CT 或者嗰啲好貴嘅全身檢查套餐。呢類檢查聽落真係好吸引，尤其係好多廣告都會講，話只要照一次，就可以睇晒全身，提早發現癌症，由頭 check 到落腳，做完就安心晒。喺香港，唔少家庭因為錫父母，所以願意拎一大筆錢，去私家醫院或者體檢中心買啲高級 body check 套餐。呢種心態完全可以理解，人人都想自己屋企人做最仔細、最新式嘅檢查。但問題係，最新最先進，
未必就等於最啱，尤其係對長者嚟講。PET-CT 喺醫學上確實有佢嘅價值。假如已經懷疑有癌症，已經確診癌症，或者要跟進治療反應，呢個檢查係非常有用嘅。佢可以幫醫生見到身體入面代謝異常嘅位置，從而更清楚評估病情。不過，如果做 PET-CT 只係因為想 check 清楚啲，做一次買個安心，咁70歲以上嘅人真係要停一停，諗清楚先。因為呢類檢查非常敏感，而太敏感，好多時唔代表一定更好。長者嘅身體經歷咗幾十年，入面自然會有啲舊炎症、細小疤痕、良性變化，或者純粹係年紀帶嚟嘅痕跡，而呢啲本身未必危險。PET-CT 有機會連呢啲位都照到出嚟，例如肺部有一小塊以前感染後留下嘅輕微發炎，唔使太擔心嘅反應性淋巴結，甚至一啲因為退化或者慢性發炎而代謝稍為高少少嘅地方，有時都會喺影像上顯示出嚟。而由一個細細個光點，未知道代表乜開始，病人就有可能被拉入一連串好長嘅後續程序，再照再驗，幾個禮拜後復診，幾個月後再跟進，甚至要做活檢先確定。問題係，唔係所有睇到嘅異常都係大病，亦唔係所有發現到嘅問題都需要即刻醫。喺臨床上，呢種情況叫做過度發現。簡單講，即係揾到一啲如果你唔係查得咁盡，可能病人一世都唔會俾佢困擾嘅嘢。後生啲嘅人，身體儲備仲多，承受之後一連串檢查嘅能力通常都好啲。但對70歲以上人士嚟講，每多一次額外檢查，就多一次辛苦。辛苦喺要等，要周圍走，要空肚，要擔心。辛苦喺仔女又要請假陪佢去。辛苦喺醫生只係講一句有一點要再跟進，成家人已經食唔安，瞓唔着。有啲老人家做完一次全身檢查，報告根本冇話一定係癌症，但就寫住有幾個位輕微可疑，需要進一步對照。由嗰一刻開始，本來平靜嘅生活就亂晒。朝早起身又諗，夜晚瞓覺前又諗，病都未肯定係咪真係有，個人已經先被精神壓力拖垮。呢樣就係好多人喺決定做呢類貴價檢查套餐之前，未必有預先諗到嘅地方。檢查帶嚟嘅負擔，唔止係張單有幾貴，仲包括病人心入面嗰種長時間揮之不去嘅驚同壓力。仲有一點一定要講清楚， PET-CT 涉及一定程度嘅輻射暴露。雖然喺醫學上，只要個好處明顯大過風險，呢個檢查仍然係會用，但佢絕對唔係一種可以隨手做，為咗湊套餐或者定期做嚟自我安慰嘅檢查。其實好多國際大型醫學組織早就唔建議將全身影像檢查用嚟做大規模無症狀人士嘅篩查，特別係本身又唔屬於高風險群組嘅人。原因好簡單，到而家都未有好強嘅證據證明，咁樣全身照一照可以明顯令人活得更耐，反而會增加偶然發現，增加唔必要嘅介入，亦增加焦慮。對高齡人士嚟講，最重要嘅問題唔止係照唔照到啲乜，而係如果真係照到，之後點呢？呢個問題非常現實，但成日被忽略。譬如話，如果發現一個好細嘅病灶，醫生會唔會建議做活檢？如果做活檢，病人身體頂唔頂得順？如果真係超早期癌症，或者一個生長得好慢嘅病變，係咪一定要做手術、電療、化療？就算要醫治療之後，生活質素真係會更好，定係反而因為副作用、併發症、攰、冇胃口、失眠、行動能力變差，搞到個人更加虛弱？對好多70歲以上，尤其係本身已經有心血管病、糖尿病、腎功能差、肌肉流失嘅人嚟講，最重要嘅目標已經唔再係單純乜都要越早揾到越好，而係生活穩定啲，少啲突發情況，少啲痛苦，同埋保住日常自理能力。我曾經聽過九龍一位伯伯講過一句好真實嘅說話，我去做檢查係想安心，點知最後換嚟3個月失眠。
呢句說話聽落好簡單，但其實正正講中咗重點。有啲喺影像上發現嘅異常，未必即刻有危險，但淨係個腦入面一直記住可疑兩個字，已經足以令血壓升、食慾差、精神變差。對長者嚟講，精神一跌得快，體力通常都會跟住落。好多時擔心幾個禮拜之後，個人反而比去檢查之前更弱。呢啲唔係話 PEDCOT 唔好，亦唔係話一定唔應該做。重點係要用得其所，用喺啱嘅人、啱嘅時間、啱嘅目的。如果腫瘤科醫生因為評估病情需要而建議做，如果病人本身有明顯症狀，如果之前啲檢查結果已經顯示有必要，咁 PEDCOT 可能真係一個非常重要嘅步驟。但如果只係因為某個套餐宣傳得好吸引，話越高級越好，咁長者同屋企人就真係要特別清醒。香港醫療環境發達，科技好，服務又快，但正正因為選擇多，屋企人更加要理性啲，唔好一見到聽落好勁嘅體檢套餐就即刻心動。有時送俾父母最好嘅禮物，未必係一個好貴嘅全身掃描套餐，反而係一位長期跟進佢哋情況嘅醫生，一個穩定而基本嘅驗身時間表，或者一個願意陪住去睇醫生，幫手問清楚每一項檢查點解要做嘅仔女。所以喺決定做 PEDCOT 或者全身檢查套餐之前，70歲以上人士同屋企人不妨慢慢問自己幾個問題。而家係咪真係有啲值得擔心嘅症狀，定只不過因為年紀大，所以自己嚇自己？有冇癌症病史、無故消瘦、持續痛楚、不明原因貧血，或者其他令醫生真係懷疑有問題嘅跡象？如果報告發現咗一個可疑點，屋企人有冇心理準備一路追落去，做之後一連串檢查？最重要係，如果最後真係發現咗某種病，個治療係咪真係可以令病人生活得舒服啲、精神好啲、行得喐啲？老年健康唔係睇你揾到幾多個異常點先叫好，真正嘅健康係仲有力去街市，仲上到幾級樓梯，仲可以自己沖涼，仲會去公園坐下同人吹水，仲食得落一餐好飯，夜晚仲瞓得安穩。一個好檢查唔係最貴嗰個，而係最切合病人生活目標嗰個。有時70歲之後最大嘅智慧，唔係將所有可以查嘅嘢都查晒，而係知道乜嘢值得查，乜嘢應該唔好搞咁多，咁先可以令往後嘅日子過得更平安。減號減號減號。第7部分，另一樣70歲之後要特別認真考慮嘅檢查，就係有用鎮靜藥嘅內窺鏡。好多上咗年紀嘅叔叔阿姨，一聽到要照內窺鏡就已經開始擔心，經痛經想作嘔，經個過程唔舒服，所以當醫生介紹話打支藥瞓一陣，醒返就做完，大部分人聽到都會即刻鬆一口氣。聽落真係幾吸引，尤其喺香港，好多家庭一早買定私家體檢 plan， 方便快手，入去快出嚟快，手續又簡單，於是更加容易令人覺得呢件事只不過係一個好普通、好簡單嘅檢查。但真正要講清楚嘅係，長者面對嘅難處，唔係喺內窺鏡房入面瞓緊嗰陣，而係之後嗰幾個鐘，甚至成日都仲有影響。後生啲嘅人，鎮靜藥通常退得快啲，但過咗70歲之後，肝同腎處理藥物嘅能力，已經唔會好似以前咁快。肌肉量少咗，身體入面水分比例又變咗，個腦對藥物嘅敏感度都唔同咗，所以同一個劑量，長者可能會受影響更耐，反應更深。有啲人做完之後，個人仲係有啲迷迷糊糊，反應慢咗，行路唔穩，講嘢慢咗，連判斷力都比平時差。好多人會以為自己已經清醒晒，但其實身體未真係完全返到安全狀態。最值得擔心嘅，唔單止係眼瞓咁簡單，而係檢查之後跌倒嘅風險。呢一點好容易俾人忽略。一位伯伯啱啱照完內窺鏡，坐低休息一陣，覺得自己都 OK，
就心諗我自己返去都得，跟住落一級樓梯，上的士搭扶手電梯，行過濕滑走廊，或者夜晚返到屋企自己入浴室，只要一瞬間失平衡，就有機會跌親。對後生人嚟講，跌一跌可能只係淤一塊，但對老人家嚟講，一跌真係可以改變成個生活。股骨頸骨折、髖關節骨折，要住院好耐，要做手術，之後仲可能變成成日瞓多過行，越嚟越弱，肌肉流失，食得差，瞓得差，精神變差，慢慢失去照顧自己嘅能力。好多老年醫學研究一早已經講得好清楚，對長者嚟講，跌倒唔止係一次單一意外，往往係功能開始走下坡嘅起點。瞓床幾日，雙腳肌力已經可以明顯跌好多。少活動幾個星期之後，起身坐低，去街市，上落樓梯，甚至自己沖涼洗手，都會變得比以前困難。所以對70歲以上嘅人，我哋唔可以用一句做完就冇事去評估一個程序，一定要連埋之後嗰段恢復時間一齊計，仲要計埋嗰啲睇落好日常，其實後果可以好嚴重嘅風險。喺香港，其實好多老人家都住喺細單位，屋企地板係硬磚，浴室窄，走廊短但轉角多，出入又可能要搭 lift 落大堂截的士過馬路。有啲人仲好習慣自己搭港鐵，自己拎袋，睇完醫生返屋企仲要幫手湊孫。喺呢啲情況之下，就算鎮靜藥只係仲有少少微效，都足以令風險增加。有位婆婆以為自己已經冇事，返到屋企仲堅持自己入廚房煲粥，轉身拎個碗嗰下就跣低。又有位伯伯照完內窺鏡，唔想麻煩仔女，就話冇事啦，我自己行得，結果因為電梯多人，自己扶住樓梯行。偏偏就係呢啲睇落最平常嘅情況，先最容易出意外。當然，亦都要講清楚，內窺鏡用鎮靜藥唔係一定會出大問題，而且好多情況之下，佢仍然係合理選擇。對於好焦慮，以前照內窺鏡經歷好辛苦，或者今次程序比較長嘅人，鎮靜可以令整個檢查順利好多。重點唔係自己嚇自己，然後乜都拒絕做，而係要清楚知道自己究竟適唔適合。有肺病病史、睡眠窒息症、肥胖、心臟衰竭、輕度認知退化，或者平時有食安眠藥、抗焦慮藥，又或者同時食好多種藥嘅人，就更加要問清楚醫生，因為喺呢啲人身上，做完之後持續昏昏沉沉、呼吸受抑制、血氧跌低，甚至程序後出現混亂嘅機會，可能會高啲。而家一啲消化科同麻醉科嘅實務建議，都好強調長者要做個人化評估，唔可以當所有人做鎮靜內窺鏡都係同一個流程。即係話，醫生應該考慮病人實際年齡、肌力有幾弱、行動能力、記憶情況、心肺基礎病、肝腎功能，仲有平時日日食開乜藥。病人同屋企人都應該主動講清楚自己食緊嘅所有藥，包括安眠藥、敏感藥、止痛藥、保健品，甚至中藥。因為呢啲有時會增加嗜睡，或者同鎮靜藥有交互作用。呢個位聽落好似好細節，但其實非常重要。尤其係長者通常同時食好多種藥，而自己未必記得晒藥名。如果最後真係要做有鎮靜嘅內窺鏡，安全原則一定要擺第一位，一定要有屋企人陪。而且唔止係陪你入院咁簡單，仲要送你返到屋企，之後再睇住你幾個鐘。唔好自己揸車，唔好自己一個搭車返去，唔好諗住順便去街市，亦都唔好貪方便喺同一日做埋其他事。返到屋企之後，最好喺光線充足、空氣流通、少障礙物嘅地方休息。起身要慢慢嚟，有需要就要有人扶。盡量唔好上落樓梯，唔好自己一個入浴室，最好當日沖涼都唔好鎖門。如果病人係自己一個住，屋企人最好安排至少陪到夜晚，肯花半日時間安排，點都好過因為跌一跌而要住幾個月醫院。
另外，喺同意用鎮靜之前，病人其實完全可以問醫生，有冇再輕鬆啲嘅選擇。而家好多地方已經有啲嘅內窺鏡喉，唔舒服感會少啲，有啲情況照胃鏡可以考慮經鼻做，又或者可以用好輕度鎮靜，而唔係深度鎮靜。唔係個個都適合，但絕對值得問一句好簡單嘅問題，例如，以我呢個年紀同身體情況，有冇方法可以少用啲鎮靜藥？有時就已經可以幫你避開一個對自己身體嚟講太重嘅方案。亦都要記住，做檢查嘅目的係令生活變得更好，唔係純粹完成一個程序，求個安心。如果內窺鏡係因為有明顯症狀，體重下降、消化道出血、長期貧血、可疑腹痛，咁當然應該做，而且要盡量做得最安全。但如果只係例行檢查，出於習慣，自己又冇症狀，風險又唔高，就更加應該停一停，問清楚真正好處係乜。做完之後，自己要唔要用一日攰到散晒，一次跌倒，甚至幾日恢復期去交換？去到70歲之後，清醒嘅頭腦、穩陣嘅雙腳，同埋照顧自己嘅能力，其實一啲都唔比任何化驗數字次要。對後生人嚟講，內窺鏡瞓一覺就搞掂可能真係成立，但對老人家嚟講，呢個短短嘅瞓覺背後，有時代表住身體之後要好小心咁恢復一段時間。所以，喺你簽同意書之前，唔好淨係問內窺鏡痛唔痛，請再多問幾句，醒返之後我安唔安全？邊個送我返屋企？有冇對我呢副年紀大咗嘅身體更加輕鬆嘅做法？呢個先係真正精明，亦都真正對自己晚年負責任嘅健康檢查方式。減號減號減號。第8部分，講到呢度，講完一啲要好小心考慮先做嘅檢查之後，好多叔叔阿姨都會問一個好實際嘅問題，咁到咗60歲、70歲或者以上，其實應該檢查啲乜，先至又安全，又真係有幫助呢？答案係有，而且呢啲檢查，甚至比起一啲好貴嘅體檢套餐更加重要，因為佢哋先至係真正嘅基礎。到咗呢個年紀，最珍貴唔係做得越多檢查越好，而係要穩定定期做一啲比較輕量、小侵入性，可以長期追蹤，又幫醫生睇到你整體健康狀況嘅檢查。首先，基本驗血仍然係其中一個最可靠嘅工具，只需要簡單抽一次血，醫生已經可以睇到血糖、血脂、肝功能、腎功能，仲有冇貧血。呢啲指標唔算花巧，亦唔會令人覺得好似全身都照到好仔細咁，但其實非常實用。香港好多長者都覺得自己幾健康，仲可以去街市接送孫仔孫女返學，行幾級樓梯都冇問題。但驗血可能已經靜靜地反映到血糖開始偏高，腎功能開始下降，或者長期有輕微貧血，所以個人成日攰，但自己都唔知點解。定期跟進呢啲數字，仲可以幫醫生調整而家食緊嘅藥，避免食藥過量、食錯藥，或者一路沿用一張已經唔再適合現時年紀嘅藥單。重點係，驗血唔應該係一時興起先去做，而係要有合理嘅跟進節奏。譬如話，有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或者本身食緊好多種藥嘅人，通常都要比身體健康嘅人跟得密啲。因為真正有價值嘅，唔係某一次單獨嘅數字，而係佢隨時間嘅變化趨勢。好似 creatinine 肌酸酐輕微升高，如果只睇一次，未必好可怕，但如果同2年前比，發現佢係一路慢慢升上去，咁個信號就好有意思。所以，有一個熟你情況，長期幫你跟進嘅醫生，真係比你每年去唔同地方做檢查，拎返一大沓報告，但冇人幫你整體分析，珍貴得多。除咗驗血，喺屋企量血壓都係一個非常值得養成嘅習慣，尤其係長者。唔少叔叔阿姨去診所或者醫生度量血壓時，因為緊張，所以會偏高，但返到屋企又正常。
亦都有人係相反，喺醫院量就靚仔，但清晨喺屋企量反而突然飆高。所以如果只靠醫院一次量度，有時未必真係反映到實際情況。國際心血管指引多年來都一直強調，家居量血壓對監測高血壓好重要，尤其係年紀大嘅人士。做法其實好簡單，朝早同夜晚各量一次，喺休息狀態之下，坐定幾分鐘，再用上臂式最好係校準過嘅血壓機去量，連續記錄幾日或者幾個星期，醫生睇到嘅畫面會比一個單一數字清楚得多。喺香港，生活節奏快，屋企通常又唔算大，好多長者每日都仲要自己打點生活，所以血壓穩定真係好重要。只要一起身太快血壓跌咗，或者血壓上上落落好唔穩，已經好容易頭暈眼花，行入浴室或者落 MTR 站嗰陣都可能搖搖晃晃。曾經有位伯伯講得好直接，我唔怕張紙上面寫我有病，我最怕係買早餐嗰陣突然暈一暈。呢句說話聽落好簡單，但其實好反映長者健康最真實嘅重點。血壓控制得好，唔單止係為咗預防中風或者心肌梗塞，仲係為咗令每日每一步路都行得更加安全。另一項成日俾人忽略，但其實非常有需要嘅檢查，就係骨質密度檢查。尤其係停經後嘅女性，骨質可以慢慢變弱，但未必會有好明顯嘅痛。好多人都係到跌親一次，明明睇落只係好小事，例如喺浴室跣一跣，踢到地氈邊，或者落樓梯踩空一級，先至發現原來自己有骨質疏鬆。到嗰陣，後果可以好嚴重，股骨頸骨折，要住院好耐，活動能力下降，肌肉流失，跟住由本來仲可以自己照顧自己，變成要更依賴仔女同家人。好似 USPSTF 同好多專科醫學組織都認為為年長女性做骨質疏鬆篩查係有價值嘅，因為如果早啲知道，就可以透過營養合適嘅負重運動，需要時補充維他命 D、鈣質，甚至喺有適應症嘅情況下用藥去介入。至於年長男性，特別係偏瘦、長期吸煙、長期用類固醇，或者曾經因為輕微碰撞都骨折過嘅人，呢項檢查都好值得同醫生詳細傾下。跟住就係眼睛，好多長者會接受視力模糊係年紀大咗嘅正常現象，但其實定期驗眼可以幫手及早發現白內障、青光眼、黃斑部退化，或者糖尿病相關嘅視網膜問題。呢啲病喺初期好多時都係靜靜地進展，等到病人開始覺得點解最近睇熟人個樣都唔係好清，睇報紙越嚟越吃力，夜晚出街見到啲燈好刺眼，視力可能已經跌咗唔少。到70幾歲之後，睇唔清楚唔止係唔方便，仲會增加跌倒、交通意外、食錯藥，甚至因為唔想出街而越嚟越困喺屋企嘅風險。只要靠合適眼鏡、適時治療，或者喺有需要時做白內障手術，生活質素可以有好明顯改善。九龍有位婆婆做完晶體更換之後，笑住講，佢最開心唔係睇得遠咗，而係終於可以清清楚楚睇到外孫笑嗰個樣。如果講到一種比較溫和嘅腸道篩查方法，咁大便隱血測試就真係好值得優先考慮，唔使一開始就即刻諗住做大腸鏡。呢個方法簡單得多，冇咁辛苦，唔使飲瀉藥，亦唔使捱清腸過程，而清腸對長者嚟講，有時真係幾攰幾傷身。當然，呢個檢查唔可以喺所有情況下完全取代大腸鏡，但對好多冇明顯症狀嘅人嚟講，佢係一個好合理嘅起步。世界上好多篩查計劃都會用呢種方法，因為夠實際、容易做、門檻低，仲可以幫手揀出邊啲人下一步真係需要做大腸鏡。最重要係，如果已經有啲值得懷疑嘅症狀，例如便血、體重下降、排便習慣持續改變、長期肚痛，或者家族病史好明確，就唔應該只停留喺驗大便，而係一定要同醫生詳細傾清楚。仲有一樣好常被忽略嘅，
就係聽力檢查。聽力變差嘅人，通常唔會第一時間投訴，佢哋多數只會話，最近啲人係咪講嘢細聲咗？又或者人多嘅地方我聽得唔係好清楚。但聽力差，唔單止係耳仔嘅問題，佢會直接影響溝通、情緒，甚至自信心。當一個人聽唔清楚，長者就會越嚟越唔想同人傾偈，唔想見朋友，唔想參加社區活動。慢慢地，佢哋會越收越埋，少咗笑，少咗反應，而屋企人有時仲會誤會，以為老人家脾氣差咗或者反應慢咗。近年好多研究仲顯示，如果聽力退化一直冇得到幫助，同社交孤立、抑鬱，以致認知功能加快下降都有關。所以，一個簡單嘅聽力測試，或者發覺自己持續聽得差就去睇醫生，已經可能帶嚟好大改變。有啲人配咗合適助聽器之後，重新返去公園朝朝同人吹水，成個精神狀態都光返晒。整體嚟講，最重要嘅信息其實係，好嘅檢查，唔一定係最貴嗰啲。真正好嘅檢查，係適合病人年紀、慢性病情況、身體承受能力，同埋生活目標嘅檢查。對60至70歲以上嘅人嚟講，要守住嘅唔單止係多活幾年，而係仲可以活得穩定、頭腦清醒、行路安全、食得落、瞓得着，仲想見親人，仲對每日生活有興趣。好似驗血、量血壓、驗骨質、驗眼、大便檢查、聽力檢查，聽落好似好基本，但正正就係因為佢哋夠基本，先至最有力量。佢哋可以幫手及早發現常見問題，又方便長期跟進，唔會搞到身體太攰。而最重要嘅係，幫長者保住而家嗰種平穩安定嘅生活節奏。照顧老年健康，好多時聰明唔係在於你檢查得幾深，而係在於你有冇揀啱真正需要跟住睇嘅項目，然後一個月一個月、一年一年咁穩穩陣陣跟落去。減號減號減號。第9部分，講完啲要小心考慮先好做嘅檢查之後，可能對好多70歲後嘅人嚟講，更重要、更加值得再聽一次嘅，其實係呢樣，年紀大咗之後嘅健康，唔係主要由一個幾貴嘅體檢套餐決定，而係由一啲每日重複做、睇落好細微嘅事慢慢累積出嚟。換句話講，一個長者可唔可以生活得穩陣，頭腦清醒，少啲入院，往往唔係睇你照咗幾多、驗咗幾多，而係睇今日有冇食夠、飲夠水未、企唔企得起身行下、瞓得安唔安樂，仲有冇同人傾偈。香港好多家庭都好錫父母，肯花錢幫佢哋做全面 body check， 但反而忽略咗，如果爸爸媽媽食得太少蛋白質，雙腳冇力，瞓覺時間亂晒，浴室太滑，食緊太多藥又冇定期檢視，咁就算份檢查報告幾靚都好，攰跌親甚至要入院嘅風險，仍然係非常真實。首先一定要講嘅，就係食夠蛋白質。好多長者越嚟越食得少，唔係因為佢哋唔想健康，而係因為牙力差咗，食少少就飽，怕滯，怕膽固醇高，怕傷腎，又怕呢樣怕嗰樣，結果一餐飯淨係剩返粥白飯、灼菜同少少湯。咁樣食，幾日半個月可能覺得個胃舒服咗，冇咁滯，但如果連續幾個月都係咁，肌肉就會慢慢流失，手力弱咗，行幾級樓梯都覺得攰，連由張凳企起身都慢咗。60歲之後，肌肉流失速度比好多人想象中快，尤其一旦入過院，或者幾個星期少咗喐動，體力跌得可以好明顯。所以每餐最好都有一樣清楚嘅蛋白質來源，例如雞蛋、魚、豆腐、雞肉、奶，唔好太甜嘅乳酪豆類，或者適量瘦肉。如果每次食唔多，可以分開幾餐食，唔使逼自己一餐食到好多。曾經有個住荃灣嘅婆婆同個女講，話自己淨係食粥會舒服啲，但幾個月後，去街市連拎袋餸都覺得冇力。之後醫生同營養師建議佢加返雞蛋、嫩豆腐、蒸魚同奶做加餐。過咗唔算太耐，佢坐低企起身已經明顯輕鬆咗。
呢個就係好生活化嘅例子，老人家唔係淨係要食飽，而係要食到保住肌肉。跟住就係做少少肌肉訓練，因為喺呢個年紀，肌肉真係好似你獨立生活嘅積蓄咁。仲有肌肉，就仲可以自己去廁所，自己沖涼，自己去街市，自己上落巴士或者港鐵。其實唔需要做啲好複雜嘅運動，每日由張穩陣嘅凳度企起身坐低幾次，慢慢行路但持續咁行，扶住台輕輕練平衡，掂腳尖，伸屈雙腳，甚至喺屋苑走廊行幾轉，都已經有幫助。好多老年醫學研究都指出，輕度至中度嘅肌力訓練，加埋平衡訓練，可以幫長者減低跌倒風險，保持活動能力，同埋維持自理能力。香港好多老人家住喺細單位，冇咩空間做運動，但呢個唔代表唔做得。其實一張穩陣嘅凳，一小段走廊，朝早幾分鐘加下晝幾分鐘，已經足夠令個身唔好生鏽。最重要係安全，持之以恆，同埋量力而為，唔好一次過做得太勉強，搞到第二日全身酸痛，之後索性唔做。另一個好容易俾人忽略嘅基礎，就係定時飲水。長者通常冇後生仔女咁容易覺得口渴，所以等到口乾、攰、暈、便秘先知，個身其實早就已經缺水。就算只係輕微缺水，都可以令血壓低咗，心跳快咗，企起身會頭暈，跌倒風險都會高咗。香港天氣又熱又濕，尤其夏天啲日子，要早起去街市、上斜路，或者上上落落公共交通工具，飲水更加要分開全日慢慢補，唔需要一次過狂灌好多水，而係朝早、中午、下午早段，夜晚早少少，分幾次慢慢飲會好啲。不過呢點真係好重要，如果本身有心臟衰竭、腎病，或者醫生有交代要限制飲水量，就一定要跟返個人化指示，唔可以機械式照抄一般建議。最理想唔係飲得越多越好，而係飲得啱自己身體需要。再講埋瞓覺，好多70歲後嘅人都話自己瞓得差，但其實日頭又瞓得太耐，黃昏夜晚又飲濃茶，夜晚仲開住電視睇到好夜，結果成個作息亂晒。睡眠唔單止影響你第二日有冇精神，仲同記憶、情緒、免疫力、血壓，甚至第二日會唔會跌親都有關。一晚瞓得唔好，長者半夜或者清晨落床嗰陣，好可能個人仲蒙查查，雙腳未穩，好容易撞到絆倒。所以保持相對固定嘅瞓覺同起身時間，避免日頭瞓太耐，日間接觸多啲自然光，晚餐唔好食太重，同埋瞓前建立一啲輕鬆嘅習慣，通常都比自己亂加安眠藥更加有用。去到呢個年紀，瞓得夠安穩，其實比瞓得夠多更加值錢。不過，年老後嘅健康，唔只係食瞓同喐動咁簡單，仲關乎你仲有冇同人保持聯繫。聽落好似好普通，但社交真係健康入面好實在嘅一部分。當一個長者開始少咗出街，少咗同人傾偈，少見鄰居，少打電話俾舊朋友，個人精神好容易低落，腦筋會慢慢遲鈍，連對生活嘅感覺都會越縮越細。喺香港，好多公公婆婆都仲鍾意朝早去公園，順便去街市買少少菜同魚，同熟人講兩句，或者同老友記一齊喺社區空間做啲簡單活動。呢啲唔係純粹揾啲嘢做咁簡單，佢哋其實係幫人維持生活節奏，保持日常規律，等自己仲有理由沖涼換衫出門口行動下。如果聽力差咗，就真係要去檢查下聽力，因為長期聽唔清楚，人會越嚟越唔想講嘢，慢慢就會將自己抽離咗周圍嘅生活。一日入面有一段短短嘅對話，有時已經可以當係腦同情緒嘅補藥。仲有一樣好實際嘅事，就係預防喺屋企跌倒。呢件事睇落細，但後果可以一啲都唔細。對長者嚟講，浴室滑一滑，或者半夜眼瞓嗰陣俾地氈邊絆一絆，都有可能搞到股骨頸骨折，要做手術住醫院好耐。
肌肉會流失得好快，之後未必咁容易返到以前嗰種生活狀態。香港好多屋企地方細，走廊窄，雜物多，浴室又濕，地下有時仲幾滑，所以保持通道暢通，減少容易跣腳嘅地氈，着防滑拖鞋，喺浴室裝扶手，夜晚有足夠燈光，同埋將常用嘅嘢擺喺容易拎到嘅位置，真係非常重要。有唔少長者日頭其實仲好穩陣，但夜晚起身去廁所，燈又暗腳又慢，個腦仲未醒，意外就係咁發生。預防跌倒唔係小心過頭，而係保護自己仲可以自理生活嘅能力。另外，去到呢個年紀，有一個熟悉自己情況，長期跟進嘅醫生，其實比起周圍斷斷續續睇唔同醫生珍貴得多。一個了解你本身有咩慢性病，知道你平時血壓大概幾多，食瞓點樣，行得穩唔穩，食緊咩藥，最近有冇瘦到，係咪成日頭暈嘅醫生，往往更加容易察覺到一啲細微變化，而呢啲變化未必單靠驗血報告就睇得晒。對長者嚟講，持續性照顧特別重要，因為問題好多時唔係出喺某一個單獨指數，而係成個健康同日常生活狀態加埋一齊睇先見到。最後，千祈唔好唔記得定期檢視食緊嘅藥。好多長者而家都食緊好長一串藥，血壓藥、血糖藥、關節痛藥、安眠藥、胃藥補充劑、維他命、保健品，有時仲加埋自己喺外面買返嚟嘅藥。藥越多，藥物互相影響同副作用嘅風險就越高。有啲藥會令人想瞓，有啲會令企起身時血壓跌，有啲會搞到冇胃口、口乾、便秘，甚至有啲輕微混亂，屋企人仲以為係人老咗就係咁。根據而家老年醫學嘅建議，定期 review 一次，睇下邊啲藥仲有需要，邊啲劑量可能太重，邊啲其實可以減少，係幫手預防跌倒同入院嘅一個好重要步驟。當然唔好自己擅自停藥，但一定要主動問醫生或者藥劑師，呢隻藥仲需唔需要食？有冇邊隻會令我頭暈或者眼瞓？有冇啲藥其實功能重複？總括嚟講，70歲之後健康嘅根基，唔係拼命想揾晒身體入面每一個細小異常，而係要令個身仲有力，個腦仲清，步伐仲穩，生活仲有節奏。食夠蛋白質，做少少肌肉訓練，正確飲水，作息有規律，仲有同人傾偈，執好屋企避免跌倒，有個長期跟進自己嘅醫生，同埋定期檢視食緊嘅藥，呢啲先係表面上唔顯眼，但其實真正決定生活質素嘅關鍵。一個人如果仲可以自己去街市，安安全全上落港鐵，抱孫一陣都唔會攰到不得了，沖涼唔使驚跣親，瞓醒個人清醒，仲有心情出街見熟人，呢個先至係年老時最可貴、最實在嘅健康模樣。減號，第10部分，去到呢度，我想慢少少，同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講一樣好重要嘅事。過咗70歲之後，最可貴嘅唔係做越多檢查，換嚟幾日安心，而係識得揀啱嘅檢查，喺啱嘅時間，因為啱嘅理由去做。換句話講，真正令我哋安全嘅，唔係檢查越多越好，而係檢查要做得聰明。大腸鏡、打顯影劑嘅 COT、運動心電圖 PET-COT、貴價全身檢查套餐，仲有用鎮靜藥做嘅內窺鏡，呢啲檢查喺醫學上全部都有佢哋嘅價值，冇一樣檢查係絕對唔好。問題喺於長者嘅身體已經唔再係40、50歲嗰陣嘅身體。同一個檢查，後生嘅人可能只係攰一陣，好快就回復，但70歲以上嘅人就可能要幾日先恢復到，甚至有人一次攰親，就連帶搞到失眠、冇胃口、跌親，或者令原本嘅長期病變得更難控制。所以喺答應做任何檢查之前，特別係一啲比較重嘅檢查，叔叔阿姨同陪住去嘅仔女，不妨先提醒自己停一停，諗一諗。其實只需要問醫生4條問題，但呢4條問題已經可以幫你避開好多冇必要嘅風險。第1條，
呢個檢查係咪真係而家即刻要做？而家即刻呢幾個字好重要，有啲情況的確要早啲做，例如症狀好明顯，有警號，懷疑係比較嚴重嘅病，但亦都有好多情況，只係因為自己擔心見親友啱啱去做咗，見到廣告話高級套餐，又或者覺得年紀大就一定要查得越仔細越好。其實唔係所有嘢越早做就一定越好，依家醫學界好多大型專業學會都強調，對長者嚟講，如果檢查結果唔會真係改變治療方向，或者唔會改善生活質素，就要避免過度檢查。呢一點喺香港好多家庭都好容易遇到，尤其係仔女有能力，想買個全面 body check 俾父母，當係一份孝心禮物。心意當然好值得珍惜，但最好嘅禮物，未必永遠都係最貴嗰個檢查套餐。好多時，最好嘅禮物反而係幫父母約一個熟悉佢哋情況嘅醫生，了解佢哋本身有咩病，食緊咩藥，身體實際狀況係點。第二條，有冇方法可以冇咁辛苦？問呢條問題，唔代表你驚，反而係代表你夠醒目。譬如話，大腸鏡之前，有啲合適情況下，可以先做糞便隱血測試，做打顯影劑嘅 COT 之前，可以問下超聲波，唔打顯影劑嘅 COT，或者 MRI 可唔可以代替？做運動心電圖之前，亦都可以視乎醫生判斷，考慮靜態心電圖、心臟超聲波，或者24小時心電圖 Holter。對長者嚟講，一個冇咁重，但資訊已經夠用嘅方案，往往比一個好詳細但搞到成個人虛晒嘅方案更有價值。現代老人科醫學越來越重視呢個原則，介入少啲，但做得更準。唔係每次睇得越多，就真係活得越好。有時，反而係避開一個太吃力嘅程序，先至真正幫到長者保住胃口、瞓得好，同埋維持日常生活嘅穩定。第三條，如果結果有異常，下一步會做乜？呢條問題好少人會問，但其實非常重要，因為一個檢查，唔係出咗張報告就完，佢可能只係一連串等待、覆診，再做更多檢查、抽組織、住院、食藥，甚至做手術嘅開始。對後生又壯健嘅人嚟講，呢一連串過程可能仲頂得順，但對75、80歲，又有糖尿病、高血壓、腎功能弱、行路唔穩嘅長者嚟講，每一步都係負擔。有啲異常，就算揾到，其實喺餘下人生未必會造成好大影響。有啲好細嘅病灶，如果唔揾出嚟，病人可能仍然可以正常食、正常瞓，好多年都冇乜問題，但一旦發現咗，全家就開始擔心，不停帶佢去檢查，結果最辛苦嗰個，反而係長者本人。喺臨床上，呢個叫做過度發現同過度治療嘅風險，即係揾到一啲未必真係會害人嘅問題，然後再引申出一連串處理，反而令生活質素下降。所以，做檢查之前，一定要搞清楚，如果結果有異常，醫生下一步打算點做，而嗰一步又係咪真係適合病人而家嘅年齡、體力同生活目標？第四條，以我而家嘅年紀同本身疾病，風險有幾高？呢條聽落好簡單，但其實係所有好醫療決定嘅核心。同一個檢查，對某啲人可能好安全，但對另一啲人就風險高好多。食緊抗凝血藥嘅人，腎功能差嘅人，最近消瘦咗嘅人，容易血壓低嘅人，試過跌倒嘅人，有輕度認知退化嘅人，每個人可承受嘅程度都唔同。去到高齡，醫療決定唔應該只睇做唔做到，而係要睇做完值唔值得。喺香港，唔少長者都仲係自己一個去睇醫生，搭港鐵、行樓梯，喺醫院或者多人嘅私家診所等好耐。其實淨係由屋企出門去做檢查，再返到屋企，成個過程都已經係一種負擔。所以如果可以，仔女最好陪埋一齊去，唔單止係為咗聽醫生講咩，仲要留意做完檢查之後，
屋企人有冇更加攰，蒙查查，口渴頭暈，或者行路唔穩。照顧長者，唔係淨係幫佢俾檢查費，真正嘅照顧，係你睇得到嗰啲風險，而有時連長者自己都未必好意思講出口。我記得一個好生活化嘅例子，有位70幾歲嘅伯伯，表面睇落都幾精神，仲會自己去街市抱孫，所以屋企人就覺得，不如做個全身檢查套餐，大家安心啲。點知做完一輪檢查之後，雖然冇發現咩大病，但伯伯就因為禁食缺水，瞓得差，搞到成個人好虛，之後仲因為鎮靜藥未完全退，喺廁所輕輕跌咗一跌。到最後，令佢辛苦嘅，唔係檢查出嚟嘅病，而係身體為咗查清楚啲所付出嘅代價。講呢個故事唔係想嚇大家，而係想提醒我哋，老年人嘅健康，有佢自己嗰種脆弱。好多時，一個細微變化，已經足以打亂原本穩定嘅生活節奏。所以，講到呢度，我最希望大家記住嘅係，年紀大咗之後，健康唔係完全寫喺張檢查報告上面。真正嘅健康，係仲食得落、瞓得到安樂覺，仲可以安全自己去廁所，落巴士或者搭港鐵唔使驚跌親，仲講得清楚同仔女溝通，仲記得返屋企條路，仲可以同朋友坐低飲茶，仲保住自己嗰種平穩安定嘅生活節奏。就算檢查紙上面啲數字幾靚都好，如果換返嚟嘅係幾日疲倦、焦慮、冇力，其實未必係最好。相反，有啲人冇做太多重型檢查，但血壓穩定，蛋白質食得夠，作息規律，日日行下路，冇跌倒，心情開朗，呢啲先至係健康老年生活真正嘅基礎。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幫助，請分享俾你父母、公公婆婆、兄弟姊妹，或者身邊60歲以上嘅親友，特別係啲準備去做身體檢查，或者正喺某個檢查前面猶豫緊嘅人。有時只係一次及時分享，已經可能幫到身邊人避開一個太急太衝動嘅決定。如果你想繼續收到一啲溫和實際、容易用得着嘅健康資訊，特別係俾喺香港生活嘅長者，記得訂閱我哋頻道。喺呢度，我哋唔係想搞到大家越來越驚病，我哋真正想做嘅，係幫大家更了解自己身體，更冷靜，亦都知道點樣用一種更安全、更適合、更有人情味嘅方法去保護自己嘅健康。因為去到呢個年紀，健康咁生活，唔係日日活喺不斷揾病嘅恐懼入面，而係有足夠嘅穩定、清醒同安穩，去好好享受每一日平凡但珍貴嘅日子。